5月10號，我翻去越秀山球場啦，既工作又睇波，見到好多咧掛住廣州隊嘅球迷喺幾個鐘頭裏邊啦，有好多感覺，因而咧拍咗一段片。嗰段片嘅最尾啦，我有幾句説話啦，我發覺令到好多嘅球迷啦係誤會我，甚至咧會有一篇咧寫得好好嘅文章啦，去議論啦我呢幾句説話。大概嘅意思就係、到底我哋愛足球、愛廣州足球，定係繼續留低喺呢啲紛紛擾擾當中呢？我先上啦回顧翻嗰段片啦，我嘅主要想講啦，就係我好戥侯旭開心，因為咧在場各方嘅球迷對於侯旭咧都係咁支持。咁另外有一位咧，亦都係 U21系列，但係喺重慶咧已經攞到正選啦，張志豪，佢好有心。喺1-0之後啦，佢攞咗護腿板出嚟啦，一邊係現效力嘅球隊，一邊就係廣州隊，佢冇忘本，我好欣賞呢個後生仔。跟住咧就係一啲紛擾同埋誤會啦，我都諗過啦，可唔可以拍一段片咧同大家解釋？但我又覺得唔需要啊，因為其實自己咧真係冇做錯。但係呢兩日啦，我收到一段消息啦，既令我失望，令我憂心。我覺得亦都係藉住呢段片啦，去解釋翻，話俾大家聽啦，傑佬係點諗嘅。自太陽神之後啦，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，係處理過我哋廣州隊㗎。咁亦都係自廣藥唔搞之後啦，經過一啲嘅手續啦，恒大接管咗，我哋好多謝恒大，俾到我哋中超稱霸，俾到我哋2個嘅亞冠冠軍，俾到我哋一間咧好振奮人心嘅足校。但好可惜，佢嘅財務問題啦，就令到而家嘅紛紛擾擾開始啦。其實唔少朋友同我一樣啦，就覺得經過咁耐嘅過程啦，會唔會今年2025年內啦，呢啲紛擾可以解決？廣州隊因而可以鬆綁，咁然後任何嘅私企、國企再搞翻我哋廣州隊啦。我相信絕大部分嘅廣州球迷啦都係想見到噶。好啦，我收到個咩消息啦？恒大集團啦就係香港啦被清盤㗎，但經過一輪嘅法律程序啦，最近恒大嗰邊啦又拒絕透露自己嘅資產詳情啦，係令到咧清盤個過程啦係難以被完成。咁講法，我哋廣州隊啦想同恒大債務完全分割啦，係遙遙無期。亦都知道大家咧唔會忘記啦，我哋心愛嘅廣州隊，亦都默默可以等待啦佢東山再起。如果你決定啦呢隊波仲未重出江湖之前啦，我暫時唔掂本地足球啦，我當然尊重。但係如果你見到而家啦半職業、職業甚至業餘啦，好多廣州球隊喺度努力當中，或者可以視為啦喺我哋而家比較沉寂嘅廣州足球啦反彈嘅第一步。